歡迎收看客家苗語學院每日一行熱新聞。2025苗栗幫梁子亞9號安部第苗栗市和平工業鬧熱電廠，上來超過1300民眾參加盛會。客家委員會副主任李爺范祖明未來到會場，老現場民眾向下讓鬧熱，向下來感受野廠這份特別嘅傳統客家文化活動。范副主任表示，9號安部係1年100嘅苗栗幫梁子亞。雖然天時真寒冷，不過現場看到很多熱情嘅朋友到來，就代表客家嘅幫梁文化受到全國嘅重視。未希望大家第一日安部好好來享受野廠生態嘅客家文化典典，同時代表客委會感謝各界長期對客家文化活動嘅支持。對1998年開辦到今，苗栗幫梁活動已經來到第27年，今年嘅五糧節當大棚。特別用強邦出擊做主題，意思係幫梁文化嘅世代傳承同創新，本好運同吉祥兩相嘢。14號該舉行嘉年華，前老棚嘅花梁翻天儀式，到時節該橋送上梁再去天庭，歡迎各地鄉親鄉親踴躍參加。以上係客家苗語學院嘅報道，接下來對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行熱就係鄉親。大家鄉親來參加苗栗幫梁活動，大家鄉親來參加苗栗幫梁活動，唔好為忙啊，下禮拜再來了。